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郭偉成，馮檢基，今日又同基哥講講時事熱話啦。基哥啊係，Line Curve 咧呢樣嘢咧，我考 DSE 嘅時候咧就面對嘅。我係中學畢業嗰時咧就聽到有呢樣嘢，考試要改制啦嚇，係 Line Curve 啦。估唔到咧，公務員咧都要面對 Line Curve 喎。你變咗係中學考試？咁公務員 Line Curve 咧呢樣嘢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近月咧就提出嘅，因為今年10月咧就係一年一度嘅公務員嗰個表現評核啦，即係亦都係叫做 appraisal 啦。以往咧嘅評核機制咧就係將公務員嘅表現咧就分為 A、B、C、D、F 1至6等，只要咧你達到 C 合格，你就可以跳 point。係跳 point 嘅意思咧，即係加人工啦。喺你嘅職系裏邊咧就階級。咁其實過去5年咧跳唔到 point 嘅人數咧只有不足100人。即係每年唔夠100人。5年裏5年加埋唔夠100人哇！5年裏邊加埋唔夠100人，呢個亦都係為社會詬病啦。其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都知道嘅，所以佢先要提出呢個新嘅機制。即係市民就會問係唔係啊？你個個都咁掂？即係奇怪喎！點解我面對嗰啲啊，去一啲嘅部門啊，見呢個見嗰個申請呢樣申請嗰時，我硬係覺得佢哋唔掂喎。冇錯啦，呢個好明顯咧，就係市民嘅期望咧，同埋公務員嗰個表現評核咧當中嘅落差，所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就提出要公務員表現 Line Curve， 表現最差嘅5至10% 嘅公務員咧喺當年咧喺嗰個年度咧就冇辦法跳 point 啊，維持翻原有嘅薪酬。咁即係話咧，由5到10%咧，即係縱使咧，即係我當啦，即係好似我哋考試咁啦，即係一個票合格分啊，譬如話50分合格咁樣。咁第一 Line Curve 就唔係50分合格噶咯，即係總之我係最差嗰5到10%，即係話咧，縱使你可能50幾60分，仍然都喺最差嗰5%或者10%裏面喎。咁對唔住啊，你都係唔合格。咁變咗係唔係好似喂，我明明一啲嘢都符合最基本嘅標準，你都當我肥佬喎？冇錯啦，咁當然有咁嘅公務員內部咧係有咁嘅擔憂嘅，因為我都有啲公務員朋友咧，佢哋都有表達過話，如果係以最差嘅5至10% 嚟計算咧，咁啊當中肯定有啲人係唔想跌落去啦，咁啊肯定係會成為一個互相競爭，即係向好嘅方面咧就互相競爭，做好啲，咁唔好嘅方面係點咧？就督人背脊。督到人哋係5至10%，自己就要你降低啲。冇錯啦，呢個方面係話會影響士氣，咁啊影響鬥爭喎，內部鬥爭喎。同埋咧，另一個咧嘅問題咧就係提升到部門之間啦。其實部門之間都有競爭喎，因為嗰5至10% 最差嘅人集中喺你嘅部門度多咧。你大劑，因為我搞到冇啦。你身為即係我做老細嘅大鑊啊！你身為阿頭，你身為部門嘅阿頭咧，你會有壓力啦。你嘅中層咧都有壓力啦。咁可能係我嘅頭就話：大佬，我嗰5%都要掟埋你落去，因為你都係咁渣，你管你啲下手下管唔到。冇錯啦，呢個咧就係公務員內部嘅一個嘅考慮。當然咧，我個人講法咧就係呢個5至10% 嘅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懲罰機制啦，但係咧你就缺少一個鼓勵機制喎，因為你只要唔係5至10%，以5% 嚟計啊，你係其餘嗰95%，你都仍然係好似 Line Curve 前咁樣係都係跳 point 啫，你又冇一個讚賞。但係倒翻轉頭講咧，頭先我講啦，即係話你係原本合格，因為俾5%變成唔合格啦，咁一樣倒翻轉頭嘅喎，可能你 Line Curve 咧原本呢啲都唔合格嘅，譬如有成15%唔合格都唔夠5分嘅，因為你係只係要10%啊嘛，咁變咗由10到15嗰5% 嘅人咧，都變咗唔合格變合格，即係其實同樣會出現兩種嘅可能性嘅唔公道嘅。咁個處理係咪真係呢個變化係對公務員嗰個所謂跳 point 呢個制度係有好嘅幫助咧？冇錯啦，所以其實呢個原意咧，其實就唔係為咗懲罰公務員，係為咗令到公務員咧有個意志、有個意識，要提升自己嘅表現，去迎合翻社會嘅期望。特別係近嚟咁多政府內部或者公務員嘅一啲嘅事件發生咧，市民對公務員嘅要求咧係慢慢上升嘅。好似啱啱我講緊嘅就係優秀嘅公務員咧，你係要令到佢哋係繼續保持啦；中等嘅公務員咧，你要
激發佢哋有啲誘因，令到佢哋向上啦。啱啱所講嗰個5至10% Line Curve咧，其實係你只要唔去到最差，你都係仍然係獲得同樣嘅待遇。我覺得要加翻個獎勵機制，例如你最 top 嗰5% 至10%有獎勵，最差嗰5至10%又有懲罰。咁最高嗰5至10%有咩獎勵咧？你咪俾佢連跳2個 point 咯。咁咪令到佢哋唔會話做得好，做到搏晒老命去做到最 top 啦，都係同中等嘅冇關係。因為而家升嗰啲跳 point 咧，去到個地方係個頂點㗎嘛。當你已經達到頂點嘅時候咧，你就冇得再跳㗎啦。好似聽講而家有成幾多係1/3嘅公務員咧已經去到頂點啦。咁我做得更好都好咧，都冇得跳 point。咁呢個係咪又可以鬆一鬆俾佢哋仲有得上咧？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參考新加坡喎。其實新加坡嘅公務員體制咧，喺亞洲甚至全世界嚟講咧，名列前茅嘅。一來咧，新加坡公務員咧嗰個能力上咧，其實喺亞洲嚟講係最 top 嘅。第二咧，係公務員嘅人工嚟講咧，都算最 top 嘅喎。點解咧？因為佢哋以一個高薪嘅方式去吸引新加坡裏邊最頂尖嘅人才去加入。第二咧，佢哋以一個績效嘅掛鈎，即係佢哋做得好會有 bonus。第三咧，佢哋會同市場對標啦，其實令到公務員咧其實人工咧做得好咧，某程度上高過私人市場。咁當然香港啊，完全就唔可以完全照抄啦。但係我覺得當中有香港公務員啲人工都唔低啊。係啦，唔可以完全照抄底下咧，有1-2個 point 咧，我覺得係可以參照嘅喎。第一咧，啱啱所講咧，其實公務員嗰個表現評核咧係由佢嘅上司去評核嘅。某程度上咧，個個都唔想自己嘅下屬咧做最差嗰個。當中咧好多都會普遍俾高分啦。一來可能係大家嘅關係好，二來咧係為咗保住自己嘅名聲啦，唔會話自己嘅部門或者自己個下屬最差嗰5至10%，佢自己都會影響噶嘛。咁呢個普遍嚟講會令到個公務員嘅評分高咗嘅。咁新加坡係點做咧？新加坡係以一個第三方去評核，佢唔會淨係參照你嘅直屬上司嘅意見。咁當然直屬上司嘅意見好重要，但係唔係唯一標準。佢係以一個第三方獨立嘅評核機構咧去做呢個評分。咁以香港嘅情況咧，當然係比較難去揾第三方嘅顧問公司啦，因為呢啲涉及政府嘅內部。但係好似成立一個好似 ICAC 咁嘅獨立嘅法定機構去評核咧，都唔係一件冇可能嘅事。係啊，同埋你由直屬上司去做評核咧，一定會出現一個一定要係即係我同老細擦鞋啦嚇，擦鞋到時佢有評我唔好咁點算咧？因為第二個咧就話呢個又會唔會成為一個係即係上司對付手下嘅一種手段咧？你唔聽我講，無論我啱唔啱到我咧，咁我就評你低啲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淨係靠上司可能出現嘅問題。咁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上司嗰個其中一個嘅資料作為參考，再加一個即係客觀嘅第三者去做咧，呢個會唔會更加係公道啲咧？亦都正如頭先所講，其實而家可能有2種嘅制度啊嘛，一個就拉 curve 啦，一個就係睇你做嘅嘢係咪本身合格還是不合格咧。其實後尾2個制度都夾埋咗一齊咧，即係話如果50分就係合格嘅，50分以上咧應該係冇問題。如果拉 curve 嘅，你如果係低過譬如我用10% 啦，低過10% 以下咧，你就唔掂啦。咁會唔會係將2樣嘢都夾埋，就話是但一樣嘢揀低嗰個，咁你就冇得跳 point 啦。如果你係是但一個都能夠一係高過50分，一係10% 以上，咁你都可以過關。冇錯，其實講到底咧，呢個市民嘅期望咧，都唔係話希望懲罰公務員，因為大家都知道公務員都係有付出嘅。當然啦，近期嗰個華員會都有出嚟講嘢啦，就話市民咧就對公務員做得好就冇讚賞，做得唔好咧無限放大。依家咧仲要餓住肚皮服務。咁啊，我覺得佢個講嘅説法係誇大咗嘅。但當然佢都係表現到公務員嗰種嘅困境。但係你又倒翻轉頭講喎，你公務員香港嘅公務員人工咧係高嘅，比甚至好似頭先新加坡講嘅，即係比啲一般嘅私人市場咧係為高。第二，公務員係穩定嘅喎，即係打風落雨都冇問題嘅喎，即係政府把遮幫你遮晒。而家香港市場唔好嘅時候咧，你打風落雨分分鐘減人工，由副職轉全職變兼職，兼職變冇得職。咁變咗你唔會擔心呢啲嘅情況喎。你仲除咗人工之外，你仲有咩咧？福利咧？鐵飯碗咧？唔驚被炒魷魚咧？
所等等嘅嘢。即係你問我，你收到呢份人工做得好係應該嘅，做得唔好咧就應該被罰嘅，就唔係話我而家咧咩餓住肚皮做嘢，你呢個係會誇張啲啊？冇錯啦，其實市民咧嘅普遍諗法都唔係希望懲罰公務員，因為公務員對社會嘅貢獻咧都有目共睹。但係當中咧係希望有個客觀而完整嘅機制咧去做一個評核。好似啱啱所講，即使你拉 curve，你拉 curve 又好，你唔拉 curve 又好，當中你個評核機制係由你嘅直屬上司去做。咁當中就有變咗人性化嘅部分啦，主觀性嘅部分啦，甚至係有避免自己下屬成為最差嗰種嘅傾向啦，去令到普遍咧個評分會有失客觀。所以無論邊個機制都好，市民最期望咧有個客觀嘅評核，同埋令到公務員咧係有一個力爭上游嗰種嘅心態，只要唔係做到最差，都有得升職，有得加人工。咁呢個其實係市民最唔想見到嘅情況。無論邊個機制都好，拉 curve 唔拉 curve 都好啦，都希望政府有一個即係客觀嘅評核標準，例如好似啱啱所講聘用即係第三方嘅一啲官方機構去評分啦。咁呢度賣尾正確嘅一個標準啦。咁我哋呢條片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